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6章。迄时，所罗门讲：上主捌讲，伊要踮伫密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，所罗门王活过来甲因祝福。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呵乐。伊亲喙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，拢亲手实现。上主有讲，对我带我的子民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众氏族中间建一个城为我的名起圣殿，嘛毋捌选立人做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。毋过，我有经耶路撒冷做我要临在的所在，搁经大卫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卫心内有意思，要为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卫讲：你有意思要为我的名起圣殿，你即个心意真好。毋过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会为我的名起圣殿。当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续接我的老爸大卫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搁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将约柜安置伫遐，柜内有上主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徛伫上主的祭坛前，双手举起来。所罗门有做一个灯台，长2公尺20公分，宽2公尺20公分，悬1公尺30公分，下伫埕的中央。伊徛伫台顶，伫以色列会众面前跪落去，举双手仰天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慈爱。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，你亲喙应允的，今仔日拢亲手实现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。你有讲，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，遵行我的律法，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你对你的仆人大卫所讲的，求你实现。上帝啊，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？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你住，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？上主我的上帝，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伫你面前的求叫祈祷。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，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。你的仆人按即个所在祈祷的时，求你听。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按即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对天顶你住的所在听阮的祈求，赦免阮。人若得罪厝边，受逼着咒詛，以来即间殿伫你的坛前咒詛，伊是无辜的。求你对天顶阿乐听来办理，审判你遮的仆人，歹人照伊的歹甲伊报应。
无辜的定伊做无罪，照伊的正直，甲伊报赏。你的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互对敌拍败，伊若反悔归向你，宣认你的名，搁伫即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，求你对天顶亚勒听，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互因倒来你所赏赐因甲因列祖的地。因若得罪你，你甲天关捌无落雨，你刑罚因的时，因若往即所在祈祷，宣认你的名，离开因的罪恶，求你对天顶亚勒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教示因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，伫你赏赐因做产业的地。这地若有饥荒、瘟疫、火烧风、病害、草莓工，也是对敌围困因的城，无论有甚物灾祸、甚物大病，你的子民以色列中，若有人知家己的灾祸苦痛，往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亚勒听来赦免因，因为你知因的心，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。愿你照因逐个人的行罪对待因，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的地，一世人敬畏你，行你的道路。若有外国人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，因为听到你的大名、大权能的作为，甲你救助的手骨，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往即个殿祈祷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求，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，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同款，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搁互因知即个圣殿是敬拜求叫你的所在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，无论出去甚物所在，甲对敌交战的时，若往你所竞选的城，甲我为着你的名起的殿对你祈祷，求你对天顶听因的祈祷恳求，互因得胜。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，毋过你的子民若得罪你，你对因受气，将因交互对敌，甲因掠去外地，无论远也是近。因若伫互人掠去的地灰心转意，搁伫因受领的地悔改，对你哀求，阮有罪，阮悖逆，阮做歹。因若伫对敌掠因去的地，全心全意归顺你，搁往你赏赐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竞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你祈祷，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祷恳求，照公道对待因，搁赦免遐个得罪你的子民。我的上帝啊，呾求你开目睭看，压耳孔听伫遮所献的祈祷。主上帝，求你起来，你甲你有气力的约柜，做伙入去你休困的所在。主上帝，愿你的祭司用救恩做衫穿，愿你圣的子民因为得到福气，欢喜快乐。主上帝，求你毋通弃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，着带领你喜乐，互你的仆人大笔的慈爱。